代替伫今仔日早起用单车的方式来追诉因为德鲁古事件过往的司机员和往生者。火车驾驶联谊会总会长黄良华表示，即卖的铁轨路无够安全，司机员会当讲是逐工拢伫咧冒险。车列车也要叫醒政府，就要重视铁路安全。 9:28，同款是408车次的普悠玛号经过事故现场，用将近5秒的水雷声对输迅疾的东林。全台其他车站的火车嘛同款，可是还是有一点悲哀的感觉，不太 OK 啊。事故头7即天，火车驾驶员联谊会嘛发起全台火车淡水雷，司机员嘛伫新坎前挂黄丝带。 代替花莲站第一挂台，嘛安排列车伫车头甲车心，用2条黄丝带吊念司机员袁春秀甲助理司机员江北峰。我们只是一个自发性的活动啊，对，只是对伤亡者表现出一些哀悼之意。我们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几年前的普京事故应该还记忆犹新啊。直到4月2号那一天啊，我们突然才惊觉到。 不只有平交道而已啦，我们才会真的警觉到说，不对，每天世界上班就是在冒险患难，同时也希望这个鸣笛能唤醒社会各界以及政府高层对铁道安全的重视。 黄良华讲，自进前普悠玛号事故了后，滨高岛是当时的重点。不过，这摆台乐国号出代志，当然所发现讲，连路线敢有安全的空间嘛是问题。对这阵啊，外界认为代替爱改革，伊嘛讲，若是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薪水等等的保障，伊嘛唔惊改变，就看政府安怎做。记者陈嘉文、刘玉水，华联报道。